各位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欢迎大家准时收看，福起来咧！我是钟玉群阿群妹。哦，亚一报的好有吃到天视真期，渐渐的有一些的变化咧，甚至早上条、暗晡条，哎呦，唔是开冷气了。故说阿群妹有一些些的烦恼。故说媒体也偏提醒大家，要好好注意自家的身体，要加足一两三毛。啊，不过今日节目当中吼，要同大家来分享嘅係半夜班會到了，下禮拜就係呀半夜班。故說要同大家來分享是優惠，優惠有很多文單，大家可能想到按用嘅購置，就會想到乜嘅3T。有想到冇？台南對不對？麻豆的文旦真有名。不過今日節目當中，我要同大家來分享花蓮嘅優惠，韓國聽講呀花蓮嘅優惠，竟然係全國產量前度嘅蔬菜了。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地度邀請到嘅來賓，先來分享啲花蓮種優惠嘅鄭國旗總經理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花蓮有利嘅鄭國旗。今日當歡喜哦，攞嚟聊，到大家來講講優惠嘅事情。好，歡迎總經理來到節目當中哦。接下來吼，咱我一位來賓哦，係請講，韓國有請專業嘅福氣好朋友，歡迎強義豐營養師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營養師強義豐，阿群妹好，係鍾先生好。你今日吼，海陸吼，你講海陸嘅大家，當建造海陸試驗愛強下來講呀，優惠講呀半夜班嘅事情。不過一開始先來問一下，因為一開始有講到吼呀。花蓮嘅優惠嘅產量，竟然會就是超越這個台南麻豆的這個文旦嘅產量誒，係安樣冇？哦，花蓮吼，因為倆土地了氣候的關係吼，所以佢按當年都一直都是安尼台灣吼文旦最大的產地。哇，這個土地有乜個特別的所在？花蓮種優惠的所在吼，啲玉里啦，水美啦玉里吼，弄啲安尼台灣吼，兩片的中央山脈，吼，你海順嘅海岸山脈，那海岸山脈吼，佢到中央山脈較冇強用的所在是，佢都係2個地殼吼，去撞擊起來的吼。古說花蓮地同多，所以你中央山脈吼係菲律賓板塊，所以佢土地吼。都較污，都係有機質較多，佢都較污奶，所以種出嘅油嘅吼，嘅風味吼都冇強用。酸甜吼，嘛較配就酸甜嘅酸甜比例，還有日照、雨水吼，你一種關係，跟油嘅品質吼都好。各種地理環境啊，韓國氣候嘅環境啊，造成呀花蓮嘅優惠特別好嘅品質。哦，咩淺淺嘅產量見來見到了。唔過除咗呀地理環境、氣候環境嘅呀原因以外，其實中間人啊會花動到心思來照顧優惠，甚至來做品質嘅把關，對不對，總經理？像愛登吼，愛登伫玉里東風產銷班吼，我哋兩隻班有80甲，該種油嘅吼，半夜有40兩沙，有大部分都客家人，安尼客家人吼，還有閩南有河龍人吼，還有安尼當地嘅阿美族嘅朋友，所以原住民就掠到帶到了當地嘅掠到居民吼，合起來吼，都變做一個產銷班吼。我哋油嘅吼，台嘛冇當台，掠只班是當嘟嘟河，嘿，差唔多是安樣。一班錯，所以我哋特種嘢吼，攏穿高粱廠嘅裝甲，吼嚟教安尼，吼掠種嘢油嘅樹，我用物嘅配，吼用班剪襪，吼用班去用防治掠病蟲害，吼，所以我哋班員吼，你嘛嘟嘟河，吼當河管理，吼都教掠步驟安尼吼。等等，你先生講嘅，吼一步一步的做下來，所以你管理起來吼，品質都會變得較好。而且聽講呀，優惠啲雜嘅時節啦，要細膩哦，要注意，總唔得本期表面輸送，對不對？錯。優惠吼，佢攞杯粒皮吼，叫優包。嘿，種一粒嘅，嗰係優包。優包，吼，佢優包吼，其實佢當好用啊，吼。但是你在雜嘅時間吼，你若冇渡河。得到天底下，下你嘅樹吼太烈，太烈，甜到吼，佢就像安尼對倒木槍嘅樣，
去量30遍，但是去拄伫下你看不出来，你可能给它揉吼，无安尼泄出来揉，水安样停吼，但是去量30遍步枪，遍步枪吼就总得买咧，去买上就模糊。所以要特别注意，特别注意。去摘树嘅时节，要特别注意啊，件事情。古时候按用嘅品质把关，怎会有按好品质嘅油诶？唔过算来呀，花莲嘅油诶米线很用办哦，今日阿 Q 妹就爱来同大家分享一下好食嘅米线哦，也系就系花莲嘅油诶。食油诶，我会特别注意看家嘅果肉，它有没有冻摘，它的果实排列要很紧密。按用食起来，怎会有嗰种冻水分的感觉，冻油水的感觉。你看下，哦，大家看无聲啲一咬落去，水都噴出來啊呢！水冻豆吼，係啊咁講吼，係我睇下要睇時佢吼，啊真嘅，其實吼，按順添梅嚇，添梅，記得唔係油吼，切對吼，像溫南的油吼，唔好講買，他們講哦，我添自己是添的水果，唔好添順中帶添埋長幾件好。有一些些的推翻大家印象當中嘅事情哦，大家可能就會想到講，果子聽到愛食甜的啊，唔好是甜嘅嘛，而且酸因啲麼？因為酸地本上有個有機酸，有種用酸的東西其實對人身體上有幫助。你要酸的東西上本來身體嘅有啲唔好嘅東西吼，要走出去，上有至少去下酸，呢個維他命 C 未下到。哦，嗰個油嘅地度，青葱油嘅呀營養成分就係呀維他命 C 嘛。係啊，因為對人身體當好維他命 C。唔過我愛同大家來分享一個問題哦，也係我這個同事嘅問題，就係吼有人卡數講，先生，我想要來問一下，食油嘅時間係唔係特別會打疲勞？我明嘅，有段時因為時間你講口香糖有冇？有用口香糖吸下去，吼，就等於攰下不中氣，還會變皮，吼。跟楊梅呢，吼，其實講佢呢個講過是下醋啦，唔好講當杯牙，吼。因為油吼，佢當到呢種成分，吼，而它湯粉葡萄湯，它有項湯是應講嘅山梨醇，有種山梨醇，有種糖醇，有種東西吼，都安尼。為效仿哈，又可以做按沖，叫佢做發酵，發酵下去哈，其實會人們講到按沖嘅水哈吸收下去，它有到哈可以發酵下去，會有到氣係會走出來，是講係會變皮，好，個山梨醇，好，你有到伊講啊食油哈，因為走偏數走人家，個是因為山梨醇的關係，好像也蠻多的，它有小顆個奧利毒啦哈，係，個是因為個啲被山梨醇下多，它湯粉未下多，好，它有到膳食纖維。蠻好多，不過你好對你身體是好誒，唔好哦。你講好誒，沖起就偏數，你沖係唔係下強力？糖我又普遍。體內環保做得好，冇錯哈。佢啲杯湯粉啲杯有維他命 C 是多，對你身體有幫助嗎？有啊，像阿權咪講啊，皮膚醬，哦，還有的維他命 C 是多下去哈。骨頭咪好好，關節咪好好，老人家是都維他命 C 吼，下唔會講吼，行路下唔會擺來擺去吼，因為佢骨頭上頭硬骨會下有啲，吼，佢你都像油啲杯吼，除了維他命 C 以外吼，還有膳食纖維，做得降血脂，降血脂嘛做得，你看啊講到當到好處對心臟好，維他命 C 嚟咯，還行唔落，吼，佢都是皮膚咪下降。骨頭咪下好，吼，啊維他命 C 咪變鈣質啊，還有當到這種吼吸收下好，然後油是對，按你來講是直接當好嘅水果，吼，量就冇調過，嘟好。不過好像咩總得食太多呢？因為吼差唔多按你小巴種，唔係小巴種，像鉛條環台，3隻鉛條，嗰時候應該長加油，嗰時2隻鉛條。安尼是3隻鉛條，因是個阿權妹做的是幾下實體，啊做個是一日嘅量，是水果嘅量，係是3隻鉛條，啊前間吼做啲分兩寸實，啊做啲加實條，其實量咪唔會少咧。不過其實我因為係講食一粒貴粒嘅油嘅，可能就冇辦法再講食其他嘅果子。可以太細啊，有的嘢點點細，你就是做咗2隻啊，有一些太是1隻啊。不過也分量還係愛提倡大家愛注意哦。不過講到也甜嘅油嘅同冇按甜嘅油嘅，其實我聽講總經理咩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聽講而咩推薦大家唔好食太甜嘅油嘅係冇？聽話講吼，食油嘅要大疲勞吼，你若唔好食油嘅要大疲勞，你身體都冇當好。係啊，是種緊鬆嘅啦吼。啊油嘅佢
所有的水果它本身都是有果酸吼，所以食油的吼，因果是基本上就它的酸甜比吼，基本上从法令来讲，按好的环境吼，按好的土地吼，基本没有污染，没工厂嘛，该污染，所以法令有一个酸甜比哦。用白讲，在台湾来讲是黄金比例。黄金比例。酸甜嘟嘟吼。古手吼，其实我们不要去改变呀，购自己本单嘅米西，自己去甜眼、亲吃眼嘅米西就好诶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吼，要同大家来分享吼，过节了，我说要同大家分享半夜班嘅优惠。不过啲阿群妹嘅单元，轻松一嘅就係要同大家來分享港式農民啦。今日要同大家來討論嘅，好，我用海料來講吼，食果血鴨雞肉嘅就唔得食油啊，係安樣嗎？係冇錯哈，因為最主要是講吼，油啲本只成分，該成分原本該肉個吼，上次嘅肉效果吼強強。哇！啊，唔過你到底吼，嗰些肉個要當多種，你唔啲來種有影響，來種冇影響。最好吼，你拿嘅肉腿吼，而冇嘅肉絲，哦，肉絲們講，我食啲個肉個，我做啲是油麼？啊，肉絲講啊，做唔得，你是冇食冇貪食。係一定是做唔得食。因為佢肉個效果冇買強用，有到時講是只有先至有效果，下就是冇咧吼。但是問肉絲講吼，你做得講，做得講有啲人講啊，食得食肉下去30點鐘9時做得食肉個吼，有啲人是安尼，有啲人規日頭只有先頭炸過也是唔得，但是糖肉絲係悶，吼肉絲係會吼，因為你啊吼伊肉絲是你大家不下吼甲北領曬天要嘅買健保藥局，一天門嘅肉絲是啲，吼切間唔好做醫生，吼價會講哦，頭馬上講食得，佮做唔得。韓國有可能唔單槍狗血鴨嘅肉嘅係冇，係其他肉嘅吼，有等於吼血肉嘅肉啦，吼，有等於是講山西本應該什麼嘅肉啦，吼，係種當到肉嘅，其實你最好是講你平常就該是該慢性肉嘅，當然是肉嘅因吼，你最好拿嘅肉腿吼，係每嘅肉意思。安提2千，嘿，哇，這呀真嘅要注意到，注意到，因為佢嘟嘟嘅老安尼個肉嚟個因為代謝好個係個代謝酵素啊，佢本身會讓佢吼影響到吼。第一個事情絕對冇講代謝，切個講貪食時吼，放食是肉吼啊，醫生嚟會個肉質色會吼變到個冇糖，安總得還會出事情。哇，你當重要哦！古時提醒大家，有啲嘅是肉嘅，唔管係狗血鴨嘅肉嘅，也係其他慢性病嘅肉嘅，所以係有啲嘅是肉嘅。聽說去問一下人嘅藥師啊，也係講先生做的是油嘅嘛。大家好，雖然油嘅好食，唔過還係空間體驗嘛，對不對？啊，韓國吼也油嘅，今年今日也有請到總經理來嘅，古時就要請總經理同大家來分享一下。人講吼油嘅愛冰嘅目的係乜？我本期按到池水，對，池水還講小水都有人講，做乜嘅愛做廿隻通種咯？有誒吼，安尼講溫蛋吼，法令嘅溫蛋，應該是安尼台灣嘅溫蛋吼，佢會摘嘅時間吼，差唔多佇安尼個節氣嘅拍入，千後11日，當做咧摘嘅油嘅。哇！你一下幾件高鐵拍入幾件高鐵咧？今日拍入嘅是新6、9月初7。哦，9月是7號、2號。初7啊，初7。9月嘅高鐵啊，9月9月23號咧。9月高鐵係。高鐵咧啊。高鐵11日咧。蘇丹空氣講有油誒。是冇摘嘅，我有奇怪啊，最近有很多油冇摘，很打爽，不但想跳摘誒，慢啲，哎呦，摘下面。你就照先吼，睇下可以加下摘嘅油嘅，一度拍入高鐵嘅油嘅。也看起來應該很成熟，應該很好吃啊。口風風咧，看起應該甜。佢熟咧，吼，佢熟咧吼，啊佢熟咧吼，但是佢咧黃體咧，
蒙体你安尼洗吼，叫做烧烤就甲醋酒米酒米发酵，甲米都是高速的。哎，有是怎么得食嘞？做得是啦，是会醉吗？唔会醉啦，直接变油的酒，甲放米莫安好啦吼。啊，粒粒吼，唔系见比少先杂的。嘿，你就看慢发，就看起来真爽啊。嘿，你就看慢发的吼，就是三七记的发，冇系慢快发的油的吼。啊，见比杂个油的就像安样。我听人讲吼，会消水，你看你油的吼，啊你若拄拄砸下来吼，伊个油爆安多，你若冇拄吼起遐当太热。你看，叫油包袂泄出来，就讲油，啊，有泄出来，像你个消水的吼，你了解盐它会唔会像安样？哦，有呢，你冇消水是盐它是油包，你当清楚。佢油包吼，佢就了解表皮就坏体咧，就啊像安尼对倒吼雾呛。但是你了对倒伊还看唔出来，啊你若稍作响应，也打到雾呛雾体咧。啊，雾体你又买个消费者，佢就看到就摸酱啊，你讲也坏体咧，佢就唔得。所以安尼佢在食油个当生意，嘛唔得得到，嘛唔得像打棒球咁 fit 吼。一扎下来就接好啊，好过一定都讲好了吼。所以佢食油个当生意吼，所以。你种吼，但是当难免吼，啊，因供应是杂个下，一定袂有速度了速爽啊吼，对多嘛，所以油要标，吼，第一吼标到标清1到10日不去消水。哇，清1到10日。第一个消水是老嗲，吼，就速爽的吼，速爽很有这种，像你那油的吼。啲嘿，爸爸，嘿，乌爸爸吼，他就掠吼，掠啲风点吼，甲系安尼甲碰去钓的，吼，钓到的，啊去钓到吼，钓到去，就先钓到佢袂坏，佢比钓到佢袂坏，2、3年吼，佢就开始掠变到网体咧，网体吼，嗰时佢就几下面体去咧，哇！所以消水病吼，第一吼，เรา掠坏体的油的、速爽的油的吼，本碰去钓到的油的，佢就看得出来，哦，啊，第二咧吼，油的吼。去消水，你看到你现在苏丹咧只油的吼，你按用钳真件就冇油爆喷出来的呢，当有弹性，从无吼，啊去消水咧清1到10日吼，甲油的肉，佢袂绕解脑部的营养吼吸收转去，所以你见油的软壳可能咧紧亮，紧就无油紧吼，那个皮会很软，皮会很软，吼皮很软吼，安尼来纵向吼爆壮，佢就看不酷爽，哦。啊，你也是个油的吼，甲放面就当好，当甜当香。所以看到文旦也係講油的，所以命看呐，都用呀指甲去鉗夾嘅這個油包，看有噴油冇？係講有噴油，可能就會再個標一下。哦，總得鉗啦。哦，總得鉗啦。冇底部卡嘅，底次卡不卡嘅哦。鉗吼，咱去鉗一下就好。鉗一下，啊，係講嗌咗按用拿定啊，我看佢壓下刺水有刺體嘛，還有其他方法做得看冇？哦，冇刺水吼，其實叫做看佢表面啦吼，嘛唔係講佢一定就清1到10日到10日。那好嘅油嘅吼，你烏卡較通風，哦較冇濕，佢做得冰凍球，哇！所以佢因吃水就是，我有試過吼，就冰到公煙，佢做得是。啊哈，不用按 Q 到。啊，佢哋個油就變到啊，像安尼誒做嘅安樣色，咖啡色安樣吼。啊，底部含做的是，含做的是啊，當咗水，佢所有嘅cái腦部嘅水分咯，就變咗吸轉去安樣。哇！啊，唔過係講從一般嘅消費者去腦部買油嘅時節，上我來塗油嘅，因為大家可能買西瓜就用嗲，另個咩嗲，啊油嘅可以用嚟拌咯。油嘅吼，看像一樣，看到吼三角形，差唔多一粒吼一斤重。600公克，600公克，那是最好的油的。慢慢講，太粒的油的就冇好食啦吼。啊，但是安尼講一隻標準就安樣。啊，當你較細粒的，安尼摕起來，啊，就沖的水沖的感覺吼，嗰都是當好的油的。啊，皮粘下影響，個皮粘下泡泡，啊，就得咩到個果肉，吼，嗰都係好的油的。還有後背，後背該。哦，後背 detail， 屁股，這是屁股了。因為佢個吼，個油包。軟開來了有冇吼？軟開來了，啊，粘下去吼，啊有彈性，
哦，有哎，安这就当说，嘿，这就当好有弹性。而且因为油包本身应该是一粒一粒整齐排列好的，啊，不过黑讲后色的油诶，它是油包会有点变形跟晕开的感觉。这就熟体嘞，你那个油的皮切切开来吼，你就看到那只油的吼，cái食物入面吼，就有只孔，当台孔，哦，佮就会肉熟咧，佢就剥开来，安尼就熟咧。哦，原来是安呢。不过其实啦，油诶唔但像佢本身好色，连油诶皮就有动毒嘅用途哦，是不是？倪峰老师？哎，冇错，其实油皮吼，佢已经让成分唔会受了油吼。因为讲吼，佮马萨提降咧，佮就对吼，温吼提降油皮。哦。它油皮底本吼，佮啲油包又佮精油，咧精油，你看有研究讲吼，就抗病毒啊、抗菌的吼，佮有细菌又帮助吼。它最主要嘅底本吼是从应该陈皮油毛，佢哋又都有个类黄酮，其实吼对安尼血油啦吼，大家贵还有帮助吼。你看有人应该特别饮食讲食油吼，有人讲啊习惯唔好啦吼，鱼吼食油皮吼是有帮助。哇，食油皮哦，哇！不过油皮你讲青菜是啦，刚好有机无农肉吼，长着2千啦。现在没有讲红萝卜卖到油吼，青菜那批风水是唔系安尼。不过很多人拿来做呀用品啊，生活用品对不对？呀，它有懂因为了呀，油的皮拿来削啊，做呀清洁剂，又甜盐又有这个去污的能力，就会用呀油的皮去当个嘅甜盐嘅精油。不过吼，今日节目当中，竟然有请到 Andy 的呀曾总经理，咪有请到营养师蔡倪峰先生。节目当中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韩卡到有关半夜嘅事情，下一段要同大家来分享呀配肉韩国生日病要注意乜嘅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个转来。好，欢迎大家又转到福喜来咧，我是钟意群阿群妹。今日节目当中，要同大家来分享高半夜班爱食嘅呀油诶。刚才有讲到吼，油诶唔但抢其各自本身有当营养，加个皮咩有当营养。啊，唔过吼，皮迄讲吼，白嘅时节种到素就会有当嘅油诶嘅精油啊，再个白嘅果肉就会当腐啊。故所就会来抢教一下总经理，抢问唔都会用嘅咯白油。一般安尼吼，细阿公吼，爸爸妈妈教的薄油的都是食到西瓜皮的，挑来做在摆头。啊，但是你白好干，你输到贵海油的油吼，啊你啊吼，当因的网络教学都安尼吼，皮来去削脱，吼，你削顶个，你削嘛做得，吼，你削就用刀去削脱，就对削脱吼，吼，啊可能油的吼，就挑每来去切脱吼，啊冻来去切板。啊？嘿，冻光切一半，嘿，冻光切板哈，你冻到在网络冻凤片哈，大家有很多哈。还有嘛个什么播什么柚子盅啊？你看你那个拔开来哈，嘿，冻个切来，冻个切一下哈，长拔开来哈，拔开来，哇，安以为你都系做得一般的哈，而且是以后太细度冻出来，做做这拔起来嘞吼，安尼就冻凤片，你的速度唔会淹到油的油，安尼嘿。第一摆看到呢，哇，你啊，大家应该弄冻地哦。哇，真的吗？其实拔起来就冻酱，感觉热发走出来用肉。但是像安样拔吼，安样拔油应该盘好是冻好，其他油的摸石头，还讲你又是加蜂蜜较好吼，那个拔起来，你拔起来。又笨蛋，变相笨蛋，停你时间就会喊啊好食。哇！变相变解下会变个保鲜膜变嫩，那么是到变相下是个鱼尾是不糟体鱼。啊，原来是安呢，安用做得强松松呀，油的功用是起来用唔好有皮嘅负面哦。啊，不过刚刚因讲到吼，油的皮有当到好处，呀，总经理呀都没有用油的皮拿来做色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像油的皮哈，安尼削脱加下吼一半。你冻简单吼，削脱就咧来去洗澡。洗澡。哦，洗澡都咧做天然的个蚊香。啊，系啦，就是刚刚有讲到。莫你讲洗澡，你表的该安尼的，在厝的吼抽屉里面吼，
去茶咧嘛买落来。哎呦，风冲的真的挺爱风冲啦，那是亚洲哦。去湿湿，做唔到湿湿就倒在拼的落来哦，一过伊落来吼。像油的吼，其实是贵粒吼，拢做得用，哦，全部都有利用价值的水果哈。像油的皮应该都拿来做柚皮糖。柚皮糖，还在做牛轧糖。牛轧糖，迄老也系个柚皮，柚皮啊，其实更好。你食了买吼，你食下去吼，有油的面，啊，你会咽牙齿，吼嘛，唔会死甜。哇！那个甜的跟腻吼就解腻解掉了。当柚皮吼下去吼，因为本来牛轧糖吼，你感觉是甜吼，从甜下去当味。啊，不过捞个柚皮下去唔会味，当好食。哇！我第一摆糖都按用给做饭呢，第一次。还有俩还文旦酥。文旦酥，来片油，老师也可以吃。还没试试看。试试看，你看。安一般吼，安尼甜点拢会甜的，冻甜，吼，冻甜对身体吼可能嘛比较有负担啦吼。但是你油的不用下去哦，你要像个油的面，到个甜面吼，拍落去都唔会太甜，其他的东西真唔会冻甜，而且感觉又不一样了。头摆是那个凤梨酥，嘿，它跟是文旦皮摸到其他东西，又到冬瓜摸，桂花摸，哦，很厉害哦。你做得试看看吼，因为吼。大家你啊推翻吼，弄到你啊文旦吼，到半夜版吼画等号，半夜个高天有一种冇饮食的，去冻好的水果，冻大爽，吼，其实安尼客家人吼是冻很节省、很勤俭持家吼，所以应该这个推翻吼，了掉加工品吼，当油的吼。贵年都食得到，好贵年的文旦，油皮做得利用。人家讲油皮人个人让保险，还有油走擦骨很厉害。是，哎做清洁剂吼，擦骨都做得做，就讲油皮，听我讲，你做得洗澡做很好，但是你也做得煮，其他做个手工皂。俺做得从挑啦、洗面、洗辛苦，拢做得，全部都做得，去当天然的东西呀。哦，那是第一个吼，那上去吼鸟吼，好咧拍戏无，大会恶鸟。跟到油皮吼，变到顺头下去，其实唔敢过去咧。真哦，每位会讲给它重一些，按用给柑橘类的芸香科精油，每位会有一些的讲。哇，今天两位搞太搞懂的妙招吼，不过吼，讲到呀，我们刚刚吃到这个柚味酥，它也算是比较精致的一种甜点，呀，它半夜版，它可能会是冻到像迄捏饼啊，嘛还马个酥啊，各种甜点。怡芳老师是不是没有提醒大家一下，食呀捏饼啊，我要注意的喂。是捏讲饼吼，其实吼最好是讲吼像俩酥吼，是一只时候吼，莫是铁豆，等锦上烟是莫相干啦，一口一个吃3口。阿婆吼，等有过血压啦，糖尿病吼，小口菌人吼是一只时候吼，油吼是下豆豆下，油是下莫相干，油。强调了汤吼，像个讲饼，个都下甜的东西，尽量莫食安豆，对身体还有帮助。不过咧了个柚子酥吼，讲一斤当好食，好吃。刚好阿公阿婆吼，可能口念吼是普通的讲饼，好莫是个凤梨酥，今年做得好本是柚子酥吼，做得本等色啦。嘿，哈咧都梅吼，然后口念的梅是，那凤念的梅是冇口容，自己都好吃，对不对？吃一点不一样的。啊，唔过吼，因为食呀捏饼吼，要注意啊。量要放个茶，放个饮料，系咪会穷下来注意哈？冇错，从量好配蛮提好呢。不过你是甜的东西，最好是配炒米茶。炒米，好，炒米茶提好，莫是讲吼，有东西是讲特别有东西吼，上西种个油的热去做茶，莫特别那个起个某一些吼，特别糊糊。嘿，我是讲吼，有的芋头茶啊，芋头茶，你有是芋头茶里吗？那芋头吼，大概炒过以后吼，佮底部有花青素，花青素或者好处是讲吼，不按汤粉它冇吸收。哦，你同咧芋头茶吼，配了汤饼提好，以下个汤饼的汤粉是冇吸收下去，因为所以你是了汤饼吼，配差不多重要，莫是配个从因。你也姓做个蓬凤茶啦，莫是普通的茶啦，吼，好，莫是配个芋头茶，吼，按配下去还是唔会讲，小你讲按是啊汤饼是下去汤就莫再讲是有糖的饮料诶，绝对莫配可乐哦，太甜了，真的，对，故事
所都也偏爱提醒大家。唔过吼，今日爱同大家来分享嘅唔单枪係安尼，其實也按當然來大家過中秋節、過8月班、出題生嘅公餅、食油嘅，還有一件同重要嘅事情，就係愛配肉。啊，配肉啊，就係幫乜嘅？幫秘魯。啊，今年吼，愛同大家來分享嘅就係秘魯同油嘅，咩做得來做結合無？錯冇？第一個吼，一度秘魯做，咩油嘅做嘅秘魯，厲害呢！你要很多蛋絲又河奶，文旦的蛋，文旦的蛋，柚子的柚，哇！其實吼，你係台灣安尼土土地地，自家盛產的農產品去做。其實你舉手我也有喝過啦，真勁都好食。因為呀，其實大家都喜歡喝這種偏淡的啤酒了，淡啤酒、花香啤酒，啊，尤其像亞種有柚的高雄嘅秘魯，真勁係都好食。主要吼，我哋是七甲種的東西吼，希望是安尼推廣七甲種，安尼台灣農民七甲種的東西吼，做得吼，很完整，都充分利用啦，吼，都充分不要浪費吼，嘛莫講農民種出來買毛錢，吼，所以那哋就開發咁多東西，所以你講秘魯是七甲種的小麥，哦，厲害呢，七甲種咧，然後油嘅加落去。去做的秘魯，所以都種特色度，安尼花蓮的特產啦。嗰係油嘅肉啊，係油嘅買去做啊。油嘅加個皮。哦，油嘅皮，哦皮係都係油嘅皮。凍肉用處哦，凍好利用。原來係安呢。所以你哋下吼，安尼因他到油嘅賣轉去吼，油嘅肉食得個皮吼凍好溜下咯，莫其他的皮很多用途，真的很多用途。對，啊唔過呀。今年今日強用有請到義峰老師，就是愛提醒大家吼，吃嘢公餅愛注意，食油嘅愛注意，食配肉咩愛來注意一下哦。係冇咁錯嗬，是配肉嗬，其實配肉冇配到香嘅，有冇講？你配下去冇配到球火燒，嗬，還是配肉嗬，一定係幫埋呢幫油，嗬，因為維他命 C 所以解的嗬，不過配肉嗬，上次就都有自由基質，冇個自由基對人身體唔好。所以配肉嗬，很有注意是講配肉盡量冇配個風肉嗬，就個潤腸嗰條盡量唔好，潤腸啦嚇，又和蝦母嗰條嗬，對身體加工品，係，你配下去可能唔好。韓國係唔係注意這個烤的鋁箔紙，是不是也要注意？鋁箔紙最重要是講，因為豆帶來面哈，你講最重要叫前不露白，前不露白是係金該面哈，講嘅該面是口到地白度。哦，我不是個霧面來，你看前不露白記得哦，實際買吼，你比如講你配肉啊，你肉變到個金嘅該面哈，下冇金嘅該面是變到我背。哦，鼓勵大家聽咗我來多多注意哦。今日同大家來分享，唔單止係以為嘅後面是韓國東島半夜班大家愛注意嘅事情，愛記得咯。鼓勵今日非常神夢安呢，整個其中經理，謝謝。希望大家。咩神夢安呢？義峰老師，謝謝大家的收看，休息一下，休下來做運動哦。